厥斯坦上百万维吾尔人被关押在教育转化营后，他们的孩子被政府接管，营养不良，情绪低落，被迫接受中公洗脑教育。南疆一名9岁的维吾尔小女孩古丽娜原本很开朗，但自从寄宿到当地一所小学后，就失去了往日的欢笑，常常伤心地哭泣。她想爸爸妈妈了，她的父母都被关押在教育转化营，她只好寄宿在学校。曾在这所学校任教的一名老师向韩东讲述说，以前他学习成绩也好，健康又快乐，但现在他变得很不开心，又瘦，上课做作业也不认真了，精神状态不太好。在东突厥斯坦，除了维吾尔族，还有哈萨克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人被关押在教育转化营。据政府数据显示，已有近50万名儿童被送进寄宿学校，学生碗里只有1小勺饭菜，根本吃不饱。这位老师继续讲述寄宿学校的情况，说他也很无奈，帮不上这些学生。这名老师问孩子能不能吃饱，这些孩子有的低头不语，有的小声说吃不太饱。他告诉韩东，住校半年，学校只给孩子们发过1支牙膏和1块香皂，孩子们喝的是自来水，冬天很冷的时候才会提供有限的热水，根本不够用。美国国会议员周三提出一项法律草案，要求禁止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口大多数商品，以此阻止维吾尔人被强迫劳动的产品进入美国。华盛顿像许多独立的人权组织一样，指责中国政府在西北部东突厥斯坦的在教育营中拘留超过100万的少数民族穆斯林，谴责这是野蛮的镇压运动。美国国会中国行政委员会主席、众议院民主党议员吉姆·麦格文说，我们知道许多美国的、外国的和中国的公司都是强迫维吾尔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劳教的同谋。据麦格文称，这种现象在地区经济中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没法将劳教产品与其他产品进行识别分类。法案发起人之一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对新闻界表示，在新疆实施的这些措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类悲剧之一。这种情况发生在2020年真的是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这一法案是与民主党人合作提出的。研究表明，如果中国在1周前采取行动，病例数量可能会减少 66%。 据英国卫报报道，英国研究人员说，如果中国早在几周前就采取了广泛的控制疫情的措施，冠状病毒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传播就可能被大大减少。位于南安普顿的人口测绘小组运行了人类活动和疾病发作的模型，以模拟中国大陆城市中的不同爆发情况。这些模型揭示了干预措施的组合，以及何时引入干预措施如何影响疾病的速度和传播。该研究表明，至关重要的是要迅速采取行动来截止中国过去的爆发流行。如果不进行早期发现、隔离感染者和出行限制等干预措施，这一数字将高出67倍。分析发现，但如果能够在1周前采取干预措施，感染的人数将减少 66%。3周前采取的相同措施可以使病例减少 95%。意大利是中国大陆以外武汉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也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最严重的欧洲国家。意大利公民保护局周4表示，由武汉肺炎爆发导致的死亡人数在过去24小时内猛增189人，死亡总数至1016人，病例总数从之前的12462例增加到15113例。2019冠状病毒在全球多国肆虐，伊朗更是重灾区，确诊个案逾1万宗。伊朗外长扎利夫3月12日在社交网站推特发文求救，并列出清单，详细讲述伊朗所需要的物资。扎利夫表明该国面对物资严重短缺的困难，并写道，病毒不会歧视，人类也不应该。当地时间3月12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主持召开防控新型冠状疫情相关会议，
会后，土耳其总统发言人宣布一系列应对措施。从3月16日起，小学、初中和高中放假1周，学生们从3月23日起在家接受远程网络教育。从3月16日起，大学放假3周。另一方面，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目前在家办公自我隔离，并等待其妻子索菲的冠状病毒检测结果。新华社报道，加拿大总理府周4发表声明说，索菲周3出现了轻微发烧等流感症状，目前正自我隔离等待检测结果。特鲁多原定当天上午与加拿大各省区领导人的会晤已被推迟。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武汉肺炎疫情可被视为大流行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宣布，除英国外，禁止欧洲其他国家的人员入境美国。特朗普11日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自13日午夜起暂停美国与欧洲申根区26个成员国之间旅行往来，为期30天。居住在申根区的美国公民和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者，以及英国不受禁令影响。特朗普说，对来自中国的旅行有所限制，并指出他们现在对欧洲国家也施加了同样的限制，但英国和土耳其不在此限。